历来头一位美国籍的教宗普瑞佛斯特，名号良14世。这个良字是历来教宗使用第4个名号，代表坚定的精神。美国总统 Trump 受访问的时阵是表示讲，这是美国无上的荣光。在司机主教普瓦省迎接之下，新任教宗良14世到希斯丁教堂内面一个人祈祷。美国籍的司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当选第267任教宗，成为第一位美国出身的天主教领袖。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美国的荣耀，正期待甲教宗见面。What greater honor could there be? And we wer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ut very happy. It's just a great, absolutely great honor. 69岁普瑞佛斯特，1955年在芝加哥出世，自细汉就做辅祭。1982年晋封神父，1985年去秘鲁，并且定期回去美国，伫咧伊的故乡担任长区的教父加修道院长，伊有秘鲁的国籍。当地人对伊的记忆诚深，认为伊是为关怀弱势族群、致力伫咧教会团结的牧者。伊捌伫秘鲁西北部做教堂的神父，甲神学院的教师，时间有10年。伊所选用的“良”这个名号，是历任教宗内面使用次数第4最，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Most importantly, it tells us that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a tradition of Catholic popes not hunkering down, but instead going out to the world and listening to the world. It's no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Catholics are better, but it's to listen so that Catholics can bring their unique wisdom and their unique beliefs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顶一位用良做名号的教宗良13世，伫1878年到1903年之间领导天主教会，被命记是一位致力伫咧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教宗，反思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人权利加资本主义。路透社报道讲，良14世之前捌伫咧社群媒体 X 顶头打文批评川普加范斯，不过也无法度证实是毋是伊本人所发文。北加良14世伫咧圣奥古斯丁修道会受塞修士讲，公平正义、和平也个环境议题，总是会当触动这位新教宗。Que cuando fue el Papa Francisco a Perú, era de los obispos que dormía con la gente, haciendo la vigilia con la gente en la tierra. Y ese estilo tiene Roberto, esa cercanía, esa búsqueda, esa. 虽然伊伫咧秘鲁做总主教的期间，无法度片面的会甲教会内面的信经的条文牵涉到，不过伊的教区坚决否认伊捌参加安含的行为。即便参加秘密会议的司机主教内面，有80%是由方济各任命。普雷佛斯特的当选，也被看作是延续方济各的改革路线。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